TikTok 广告账户开户流程。第一步，准备好你的公司营业执照和推广链接，确保营业执照的信息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上的一致，推广链接可以正常跳转，且不违反 TikTok 广告政策。第二步，联系 TikTok 认证的代理商，提供开户信息、公司名称、营业执照信用代码、账户时区、投放市场、投放版位、账户名称等，签订合同并打款，由代理商进行开户和充值。第三步，等待代理商通知你开户成功，登录 TikTok 广告管理平台，选择你所管理的账户，进行相关配置。第四步，创建推广系列和预算，设置广告组和广告，添加音乐和特效，提交审核。第五步，查看广告投放效果，优化广告策略，提高转化率。